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即个新冠肺炎危险敢若愈来愈大的中间，咱伫主的保守下面，咱爱心内有平安，照咱爱做的管理又好，将一切拢交托互主。愿今日的敬拜会当诚做芳芳的罪献互咱的主，也恳求主保守咱一切拢会当平安来经过。即时请掀开头前的圣诗。 掀开510首，510首。咱先甲歌词念一摆吼，才有4节。510首，来第1节：温困做工，无嫌劳苦，欢喜来做天父工程。这是我主所行的路，路步应该缀主来行。第2节。 温困做工，着趁机会，日时快过，暗暝要到。救人的工，尽力来做，专心致意才有功效。第3节，温困做工，警醒祈祷，熬用智慧拯救罪人。上帝恩典是为传播，催逼正人得主。 人民第4节，温困做工，着尽本分，工程完成就得释放。教主过来，通加圣徒，进入天国，享受安乐。咱吟全首。 首是535首，535首。福音正声在大单，咱也是甲歌词念一摆吼。来，福音正声在大单，传到正海甲正山，报传得救欢喜消息，白白赏赐你甲我。 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世间万万人，信靠救主无论啥人，话伫永远活稳当。啊，过来是副歌吼，咱免念。来第2节，福音正声要得谈，应该谨慎细字听。若无反悔，要得言前。 阮党拄着大惊吓，逃走保全性命，无得歇伫即所在，无得回头，无得看后，
行了拄着大灾害。第3节，福音真正有得请，咱人应该来就近，无伫推视主的宴席，无伫看轻主的恩。我是活命的饼，养饲心神的欠客。做挂色地亲像朱红，我为洗到白那色。好，咱来念全首。福音正写的大胆，看到前海我就算，我的求我已消失，被被消失的高光，往日中多是行，就是世间漫漫浪，前可叫做无论下浪，为你仰望我稳当，我眼睛是心浪，看到情海甲江山，我眼睛滴滴答，我记好你甲我，我眼睛逍遥的灯，应该因心随几条，那么后悔有的恩情，运动都有多家乡，我早不转性命，我的活的几所在，我的花头，我的光，行了多条大灾害，我眼睛是心动，看到情海甲江山，我眼睛滴滴答，我记好你甲我，我眼睛下不的枪，咱人应该来就近，我的天是主的恩下，我的国天主的恩，我是活命的命，有志心心的欠客，最关心的亲像主红，我为世高被那些，我眼睛是心动，看到情海甲江山，我眼睛滴滴答，我记好你甲我，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今仔要开始敬拜前几项事甲大家分享报告。尤其是即摆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其实咱若行出去，有款代志叫做不过。有时看到电视、看到新闻，咱会感觉讲，哎呦，那较特别。所以除了咱周报顶头有写着咱有真侪代志拢有注意吼，包括咱入来量温度、酒精等等遮。包括咱的会堂，一礼拜至少用漂白水7个3届，咱所做医疗是用酒精漆吼。咱的勇哥阿勇即摆嘛有伫，咱是爱感谢伊吼。医疗一礼拜至少7、2届，用酒精吼，用酒精漆。类似遮以外，我想咱逐个人家己拢做好咱家己应该有健康的管理。所以有关教会聚会、昨暗小会大家搁讨论甲真晚，尾后确定第一项。就是主日礼拜团契小组才照常举行，村的活动、特会也是聚会，咱拢暂停。亲像讲，咱3月29本来有联合读书礼拜，这咱先暂停哈，
先暂停，等等遮其他的活动，啥等等，咱都无个办，本来还个教育事工部受兰州的讲座啊，啥等等遐，咱拢先暂停，咱主日礼拜。咱看咱家己，当咱方便看我的时阵，咱会当参加。若小可无爽快也是不便的时阵，咱就踮咧厝内看直播，像即马咱 YouTube 同款，即2礼拜人加冲要3倍多吼，所以踮咧厝内看直接播送的兄弟姊妹，犹原同款，你用感恩的心，用懊恼的心，做阵来敬拜。所以这是第一项。咱出入的时阵拜托咱会当配合，咱不管是牛运动还是酒精的创这。第二项。二楼办公室其实是拜一到拜6礼拜，逐工出入人足侪所在。咱逐工拢有用酒精门把啦、创啥的，遮拢有清迄落。尤其到礼拜干事一工会7几6间。毋过，咱即摆若要去拜教育馆，咱有一张纸，咱就简单写一下名、手机登记一下，迄个所在安尼就有一个登记安尼较好势即拜托咱大家也会当配合。那无必要，你有需要，你敲电话来，咱甲你发落好势。不管你要影印物件，需要啥新眼光的读经手册啥等等遮，咱同工会当寄互你，也是摕来拜堂写互你，安怎你都毋免去甲拜堂第三项，然后咱国外转来，咱请咱家己人自主管理不管按倒位转来，咱会当安尼有一个踮咧厝诶休困也是讲家己出入时加较注意一下。然后2礼拜后，咱会当做阵参加聚会。第4项嘛，报告互大家知，就是咱的办公室干事啥等等遮物件，咱拢按云端去。所以过来这礼拜，我嘛要甲干事同工加叫因半工练习踮咧厝的远距上班。意思讲，你若踮咧厝的时阵，安怎互一寡会当发落的免用到办公室的物件，你踮咧厝会当共款，咱做阵报告遮是互大家知，你。犹原照你家己的情形，今仔日若不便，你就踮咧厝诶，免讲来厝诶。但是若来，咱就用平常的心、感恩的心，三甲来聚会来敬拜上尾一项，当咱奉献的时阵，咱过去是团奉献茶即礼拜咱拄第一场就安尼，咱一届会有7个技术来，7个同工，所以伊摕奉献茶互咱。你敢若有奉献，你甲藏落，但是你毋免跨入遮。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无准备好，你安静就好。即使剩一个礼拜，伊袂等你你毋免感觉哎呀，你敢若怪歹势，因为即个互咱都毋免去忘着奉献茶即个奉献茶礼拜早起，团队同工已经用酒精拢甲切过拄我摕去了，搁甲酒精喷过，干若。服侍的技术体，咱就毋免去忘着奉献茶安尼所以这项特别报告互咱知，咱来会当用感恩挖苦的心，通来进入今仔日的敬拜。多谢大家，感谢上帝。连麦克风拢穿口罩。请兄弟姊妹准备心，这时。咱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奏乐。
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强创保养伊的手所做的。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请咱来吟圣诗510首，温群做工，无嫌劳苦，吟全首。兄弟姊妹，请起立。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美、掌管一切全能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主，你是设立天地的根基，你想使阮性命活开，你所创造的极好，你的作为极奇妙。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你的名是应该学落的。感谢天父，伫基督的内面，拣选阮诚侪你的儿女。阮众兄弟姊妹要谦卑伫你的面前，我们要用心诚甲诚实来敬拜你。上主，你是拯救阮、引带阮的，你是阮的倚靠，是阮的气力，是阮的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你是圣的，你是公义的上帝，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恩典的天父，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流出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为救赎阮对罪恶中出黑暗，进入光明，甲上帝有和好的关系。主耶稣，你赐给我的大能力，带阮有永远活的盼望。恳求圣神临在阮的会中，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帮助阮安静伫你的面前，互阮知你是至圣的上帝。求你用你的真光来照阮，监察阮的心思意念，看阮有啥物歹所行无。阮若是有得罪着上帝、得罪着人的，求你来赦免阮，互阮有认罪悔改的机会。求你甲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互阮会通手清洁、心清气，
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得到你的怜悯甲恩惠。怜悯的主，兄弟姊妹中，若有人身体病痛住院的，求你来医治看顾；若有人心神忧伤软弱的，求你来扶持安慰因。主耶稣，你有讲，阮既若着我担重担的，就来就近你，你要互阮得到安息。掌管一切的主，求你来怜悯。武汉肺炎2019新的冠状病毒已经传染到真侪个国家，求主赏赐智慧能力，予世界国家的领导者、医护的团队做上好的防疫甲治疗，早日研究发明上新对抗病毒的良药。疫情的发展虽然予人的心挂虑不安，求主你来施恩帮助阮，配合政府做阮应该做防疫的工作，做好阮国人卫生好的习惯，温群洗手，困眠饱足，保持好的体力。主啊，恳求你来拯救医治全地，求你来应允，叫阮脱离一切贪惊的事，伫你的保守看顾，互阮的心得到平静安稳。因为有主你甲阮相同行，阮就无惊吓。听阮的主，教会教育馆兴建的工程，经过侪困难挑战，透过施工人员的付出，建筑委员讨论沟通、规划执行，甲兄弟姊妹的代祷甲奉献，愿主继续保守，互阮地下污水管的验收会当通过，早日摕到使用执照，继续来总甲其他的工程的进度。教育馆将来要诚侪传福音的出口，要互搁较侪人来认捌耶稣。掌管历史的上帝，今仔日是树林教会设教127周年主日，求你教示阮怎样算阮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感谢上帝对过去到今的祝福带领，互阮伫历代信仰前辈所留落水的脚迹来学习，互阮常常甲主相结连，明白主的心意。求主帮助，互阮的心智得到换新来转化，跟缀主的脚步来行，伫宣教传福音的顶面，尽心尽力来荣耀上帝，利益众人。恳求主高保蔡行成牧师，赏赐智慧，互伊传讲对你遐来的信息，来激励阮，帮助阮。主啊，我们要专心来听，用心来领受。我们要尊叹，搁去行，活出喜乐丰盛的生命。我们将今仔日的敬拜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感纳。我们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的亲爱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伊替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心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咱来启应，启应文21，诗篇93篇。伫圣诗的后面1037页。
我来客，请大家来应。上主最王掌权，上主用威严做衫穿，伊建立世界。你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上主啊，大水哗哗吼，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上主啊，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接着，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16节到17节。圣经新约的部分，台语汉字本伫第194页，和修本伫第258页。哥林多前书第9章16节到17节。我传福音，毋是通夸口的事，是不得已拿定。因为若无传福音，我就有灾祸。我若甘心做这的事，就有报酬；就若毋甘心，有责任已经交代我啦。另外一处的经文是记载伫罗马书第10章14节到18节。新约的部分，台语汉字本伫第180页，和修本伫第239页。罗马书第10章14节到18节，总是因所要袂信的，抬头为求救伊；所袂听见的，抬头为信伊。若无人传，抬头为听；若毋是奉册，抬头会传。照所记载讲，传这个好事的福音的，因的骹步水到怎样？总是因毋是拢顺探福音。因为以赛亚讲：“主啊，阮所传的有一追信啊。”安尼信是出伫听，听是对基督的言语。独我讲，因减袂捌听见嘛？有啦，因的声音传到遍地的，因的言语到地极。感谢上帝将伊的话赏赐予咱。所接赞美，请分堂小歌队。诗歌是唱俄勒的歌。
歌，我要唱一首听的歌，甲世间人分享。我要传扬你恩典疼痛，阮的心学乐永远无衰。感谢圣歌队将学乐的歌、喜乐的歌献予咱的天父上帝。作者正道，请蔡牧师。题目是传福音的使命。搁一摆感谢所敬听的科牧师以及咱的中职邀请我伫咱教会设立127周年的时，会当做陪灵以及伫主日的讲道，愿上帝无限的疼甲恩典，大大充满咱属灵教会，会当继续往头前，上帝予咱的目标继续跑走。今仔日嘛是国际妇女节啦，妇女节啦。我想，我昨伫分享的时阵讲，其实长老教会咱的信徒数内底姊妹的比例大概5.5啦，甚至到6，兄弟差不多4.5所以5.5、4.5这中间姊妹是占大部分啦，并且有真侪工姊妹一直付出所以咱唔通袂记哩咱继续伫即个所在，毋那是伫妇女节国际妇女节伫遮，咱想到咱教会姊妹，那么共款互教会会当伫每一个时间点悬，搁靠上帝请甲恩典。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学乐你，因你无限的疼，互阮通来到伫你的面前。阮也相信，主你已经将你的话常常充满伫阮的内面，互阮通过你的话来得到激励，得到信仰的进步。但恳求你即时，互阮有通听的耳孔，有谦卑的心，互你甲阮三角点，互阮伫你的内面，也照你的话去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侪人拢伫讲宣教，拢伫讲传福音，拢伫讲咱要安怎回应主耶稣予咱的大使命。但是真正了解传福音意义的人，并毋是真侪。毋知每一摆讲起咱就要来传福音，爱宣教，你所想到的是啥物啊？你讲来讲真简单啊，就是甲人讲福音的内容啊。还是你讲我着邀请伊来参加教会聚会，还是我来鼓励伊决志受洗礼啊？开看来讲，其实你只要甲别人分享你信耶稣了后，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有甚物款的改变的见证。嘛会当讲，就是你伫传福音啦。搁较准确来讲，互人知影你家己甲上帝的关系，进一步活出真理，嘛是伫传福音啦。亲爱兄弟姊妹，传福音就是要来帮助人，通过福音这个好消息，会当互人来领受丰盛的生命。伫生活中间结侪果子的时光啦，这嘛是已经接受福音、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当享受上界大的福气啦。所以咱定讲，认识耶稣是我一生上大的祝福，阿们吗？通过今仔日咱所读的这2段圣经，这是保罗对传福音的使命的一个真重要的看法甲态度。有人感觉传福音是我不得已的代志，有人感觉传福音实在有够困难啦。确实有影福音来到台湾155年，台湾信主的人口嘛不过6%。
伫咱的台北地区，大概11%啦，的人口是相信耶稣，表示确实有传福音，毋是遐尼简单啦。嘛有人感觉讲传福音，甲我敢若无啥物地带啦，无啥物关系，所以根本有也好，无也好嘛，无要紧。但是有个人伊感觉讲传福音是我的责任甲使命。咱看见保罗，伊对反对福音、迫害基督徒，到伫伊甲耶稣伫大马色的路相拄，伊真做基督徒，并且真做门徒，真做主福音的使者，并且为着耶稣来活，甚至为着传福音受苦牺牲。这是偌尼大的转变啊！保罗伊毋若写13本的福音，新约内底才会批信。你甲想想咧，27个内底，伊就写13卷是伊写的。这13卷内底占新约要一半呢。保罗嘛是有历史以来，伫这宣教历史以来。上伟大的宣教士啦，通过300个旅行报道，伊是第一个将耶稣基督福音传到欧洲的人。我看伊行伫托尼基这个所在，伊的脚者，因为我去托尼基2摆，我真知影这个所在，我看去无简单啊。后来。福音对欧洲传到美洲，再搁对美洲传转来到亚洲。1865年，苏格兰的长老教会册派第一位宣教师马雅各医生，伊来到台南开始医疗的宣教，设立病院，嘛建立教会。1872年，加拿大长老教会册派马介博士来到淡水湖尾所在，开始做医疗宣教，建立教会。所以咱的教会嘛是安尼，也整治伫这个所在。我讲，真趣味。树林教会，咱伫遮庆祝127年。我牧会南坎教会嘛是马介设立的，今年是128年。所以，树林教会既然是咱宣教师马介博士开设的教会，我看咱的历史，我看伫马介所写的日记内面记载，马介牧师甲伊的门徒。伫1873年的2月来到艋舺大稻埕，个巴兹兰就是这个树林的所在伫报道，并且至少有2摆来到巴兹兰这个所在来传福音，一直到1893年3月初9，咱即摆名树林教会伫遮成立啊。到今仔日咱设立127年，所以咱毋通袂记哩，这是宣教师的脚迹。宣教师所压的经济，所以福音讲传的使命，才是咱教会上界大的使命啦。咱的教会设立的目的，咱本来就应该爱做的。咱毋若这是咱的本业，佫较是咱的专业去做。咱今仔坐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信靠耶稣。得到救恩，咱爱啉水思源啊！因为确实伫咱的过去这120多年来的历史，有足多值得咱感恩的人甲代志。咱讲到尾，因为保罗这位伟大的宣教师伫第1世纪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咱嘛爱伫即个所在来想，伫未来日子，咱要安怎个会当伫传福音这件事，互咱共同来学习甲努力。第
第一项甲咱讲的，就是咱来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好好传福音啦。约翰福音12章36节的所在，主耶稣安尼甲咱讲：趁要有光的时，恁就信光，通互恁成做光明的子子。我们都是光明之子啊，对不？什么是光？今仔外口日头足好的啊，看到足温暖的，有光有够好啦。但是主耶稣叫人讲爱趁啊，趁这个时，趁还阁有光的时啊，恁就相信光。爱把握还阁有光的时，若无黑暗面够困难。所以，伫光的中间，咱做光明的子子啊，无毋对。耶稣是世间的光，伊互这个黑暗的世界，还阁有一个光明的机会。咱就爱来认捌伊，信靠伊，跟对耶稣，成做上帝光明的儿女。无论咱做代志、做人，咱来光明磊落啦。咱来活出真神秘的人生啊！主耶稣甲伊的门徒离开亚里哥城的时，拄看到一个乞食，目睭阁无看见一个痴迷的乞食，叫做巴底麦。这个人掠条拄到耶稣的机会，伊恳求耶稣医治伊的痴迷。伊可能想，这无定就是我唯一也是最后的机会吧。我绝对唔通失去这个机会，所以就足大声地嗷叫，地喊话：大必的后裔，救我！也因为伊的信心，耶稣活过来，耶稣医治伊，互伊重新见到光明啊！是啦。当主耶稣对你的身躯边行过的时阵，你有把握机会吗？你有把握这个时间吗？当你听见耶稣救人的福音的时阵，伊爱你看重的是生命的问题。当圣神感动你的时，是爱你决心信靠耶稣，互你会当见到生命的光。咱拢伫时间的内面超找机会，趁着人有生之年、有生之日，伫主耶稣搁再来以前，咱来赶紧把握时间甲机会，人传福音。时间机会一个过去，就袂搁倒转来。所以传福音要及时。因为机会拢伫时间的内面，时间若失去，真侪机会嘛无去，真侪灵魂嘛失丧去啊！约翰福音9章第4节，主耶稣安尼阁甲门徒讲，趁还是日时，咱着做找我迄位的工，暗时一个到。就无人会当阁做工啊！所以咱就爱把上帝互咱还阁有的机会，赶紧传福音。我阁讲一摆机会，毋是一直拢有的啦。趁咱的儿女、咱的囝儿后生，还阁伫咱的身躯边，还未离开厝出去读大学、出去外面工作的时。还带领因来教会，特别细囝，毋是干那伫幼稚园、国小的时阵回来，伫高中搁较要紧。咱会当勉强因去补习，勉强因去学这个学迄个，但是咱态度无法度勉强因，
还是鼓励因、陪伴因来到教会嘛？来认捌主耶稣，咱就趁咱的士大人父母也阁勇行的时，苦劝因就来信耶稣，才有永生的把握。都爱趁咱还阁有机会是爱珍惜家庭的幸福。爱带领咱身躯边的另外一半，毋是咱的丈夫，也是咱的太太，爱来信耶稣，互全家归主，家庭和乐。咱也嘛爱注意，将耶稣的救恩介绍互咱四周围的朋友、厝边、同事、同学、亲人朋友，甲因分享好福音，带因来到教会，来到咱的幸福小组，积极把握咱所有的来传福音。咱看见这个世界，魔鬼用真侪诱惑、甲试炼、试探，伫破坏咱对伊的瓦靠。我看见真侪人伫这个社会，人的心是空虚的，特别即摆武汉的这个肺炎的病毒，确实互人真惊呀。生活伫忧闷、跨入不安的中间，传福音会当互人认捌这位疼咱的耶稣，互咱搁一摆会当有真实的倚靠。互伊来保护照顾咱，这是一件袂当阁拖沙延前的代志。好亲像，咱看到火烧厝，是毋是遐救火的人，拼性命要将伫火灾内面的遮的人，紧紧甲因救出来吗？看到一人伫大海大河中间落落去，要沉沦落去啊！敢毋免拼命甲因救起来吗？愿主的圣神常常感动咱，会当有一粒疼灵魂的心，时刻抓住机会，为主做干净，传扬耶稣，带人归主。最近游轮这个问题，拢互咱真惊呀！这个铁达尼号，一只游轮意外弄到冰山，直直要沉落大西洋的这个危险的时阵啊，真侪人拢为着会当生存，伫做各种的努力。有一个牧师 John Harper。原本伊就是对英国这个所在要到伫美国母地博会教会来进行一个培灵报道啦，但是无 pass， 拄到这个船难啊，总是无袂记伫今仔日伊坐这只船的目的是要去传福音，所以就把握伊人生最后的机会继续传福音。所以，伊苦劝一位青年人爱归信耶稣。有一位就伫即个船难生还的即个人，伊做一个见证。伊讲伫恐怖的灾难来临的时，海鹰就甲即个哈珀牧师冲来到伊的身躯边，伊毋捌伊。但是这个牧师问伊讲：“先生，你得救啊未？”伊回答讲：“啊未。”牧师甲伊讲：“你着相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全家拢要得到救。”煞只海鹰，佫甲因冲开，过无偌久，海鹰佫甲伊冲倒转来，互伊伫迄个中间，这个牧师佫一摆问伊讲：“先生，你即马得救啊未？”伊讲也未呢。
哈伯牧师佫甲伊讲，相信主耶稣，你就会得救。讲完了后，海英佫甲因冲散开。伊讲迄条去，伊都无佫看到这位牧师。你知道这个劫后余生的这个苏格兰青年啊，苏格兰的青年啊，伊家己伫伊的见证内面讲，伊可能就是哈伯牧师最后传福音所结的果子。著名的这个报道家穆迪，有一天伊看到一幅图，互伊真感动啊！伊就甲伊买落来。这幅图顶悬有一个人漂流在海洋的顶悬，双手抱着一个十字架。伊看到这个上顶主耶稣的十字架，会当将咱对人生的苦海拯救出来。今仔日，咱嘛拢爱抱着这个十字架，无毋对，并且咱抱着这个十字架，已经拢上岸啦。但是咱伫岸顶创啥物？后来伊佫看到另外一幅图，甲伊进前买迄幅图，足共款的，但是有一丝无共，就是有一个人共款伫海洋中浮浮沉沉安尼伫遐咧追求，看到一个十字架，伊一个手换着十字架，但另外一只手抓着另外一个伫大海内面共款用要沉落的人。穆迪牧师讲，这幅图互伊感受到十字架拯救的伟大。毋但感动伊，也影响伊家己伫得救了后，伊拍拼要传福音，互人嘛得救。所以这点，互伊愿意用伊一世人的时间来拍拼来传福音。第二项甲咱讲的就是传福音是咱信徒的本分，这嘛是教会的本业啊，这是咱主要爱做的。对保罗来讲，传福音毋是一个重担，嘛毋是互压迫讲你爱去做，无做袂使。伊将传福音当作是生活一部分，实实在在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保罗才安尼讲：我传福音毋是通夸口的事，是不得已那尔。因为若无传福音，我就有灾厄啊。所以传福音是主要所吩咐咱到世间上界主要的目的。伊要离开世间，要上天以前，最后1000代、10000代，一直吩咐咱爱做的代志，嘛是这项啦尔。就到普天的招万百姓来做我的门徒、我的学生。所以传福音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毋是咱家己有啥物功劳通夸口。保罗讲是不得已的，是无传袂使。因为保罗伫侍奉，伫即个中间，咱看见伊是带着使命去传的，责任已经加伫伊的身上啦。因为上帝听，才会当将咱即个无药通医、无法度过挽回的即个人，甲咱找倒转来。就亲像主耶稣讲，伊甘愿将99只好好的羊啊，还佫伫羊条内先甲伊藏着，伊出去走遍山岭，走到逐所在去敲做迄只失迷倒转来。嘛因为安尼，互咱当成做上帝儿女，得到新的生命，可以当享受永远活的福气。咱来当将这个好消息甲别人分享，安尼，咱嘛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啊。但是咱常常会感觉对上帝有一种亏欠，甲对不住的感觉，因为咱并无把握传福音的机会，所以
咱无甲所有需要的人来分享这个好消息。伫遮，保罗认为无传福音，毋但是亏欠甲软弱那尔，佫是咱爱反省甲警醒的事啦。因为保罗伫遮讲，无传福音就有灾厄啦。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保罗佫讲，着传福音，无论时机有适合也无适合，拢着坚持去传，着用上介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督责甲鼓励。换一句话来讲，即摆你感觉是时机无？是得时也不得时，是顺境也逆境，咱拢着传福音嘛。拄则我有讲起马雅各医生，伊放弃伫英国做医生安定的生活，1862年受差派成做海外宣教师，1865年来到台湾的台南，迄个时阵伊27岁，咱马街来嘛，差不多这个岁数。有时咱都想讲，一个无30岁人要做啥物？但是来到台湾设立第一间现代化的新老病院，伊一生奉献了上帝，甚至将因2个后生嘛拢奉献了上帝。伊的大汉后生马约翰医生，伫中国医疗传道41年；伊的细汉后生马雅各2世医生。一世人军队老爸骹步，除了嘛担任过新老病院的院长，嘛捌伫中国的上海、杭州麻风病院做医疗传道，前后嘛有42年。马雅各医生安尼讲，假使我若还佫有其他的后生，我嘛拢全部要献予上帝，互因来为主服侍。1921年，伫马雅各医生85岁迄年，伊蒙主恩调，伫巴克勒牧师的回忆的册内面安尼讲，伫马雅各安息别世迄天的透早，拄啊甲今仔日共款，是礼拜日，伊照常参加主日礼拜。特别来到教会的以前，伊也行到伫外面的所在，分福音传单、福音单张。伊甲过去同款，拢伊迄天嘛用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诚心，我看迄个册安尼写，非常不寻常的诚心，非常无共款的这种的诚恳的心，人分享福音。伊嘛毋知迄天了，伊就上帝要甲接转去啊！伊迫切希望有搁较侪人会当决志相信耶稣。27岁来到台湾，到伊85岁，今仔日来做礼拜，伊毋知伊念伊下晡，上帝都要甲接转去啊！伊还搁伫传福音。马雅各医生完全无为着家己，伊为着耶稣基督来活，为着要传福音，服侍上帝，爸囝2代。3个人1世纪，将因的生命甲时间拢奉献予主，一点仔伊嘛无用家己来做乒乓甲夸口，伊敢若尽伊家己的本分，完成上帝所托付伊的使命啊！所以别人讲，传福音是爱甘心奉献，献上咱家己啦。保罗伫大马色甲主耶稣相拄，伫迄条伊受竞选做福音的使者，伊清楚明白，这是对上帝领受的职分，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咱看见保罗会当无食无啉无困，甚至受苦受死，伊嘛心甘情愿去做上帝甲正人的采用甲萝卜。所以哥林多前书9章17、18节，保罗安尼讲：
我若甘愿做这个工，我就有报赏啊。我若毋是出于甘愿，嘛着执行上帝交代我的任务。安尼，我的报酬是甚物？就是我传福音，互人白白得到，毋过家己无要享受传福音应该有的权利啦。对遮咱通知，咱拢是免费的，白白无开钱，就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咱嘛爱白白。甘愿来互人，毋是将福音这个好处家己占掉咧。耶稣毋是甲咱讲嘛，互人的比甲人摕较有福气，施比受有福。保罗传福音绝对毋是勉强，也是推卸上帝所托付伊的责任。反倒等，伊尽心尽力来传福音，表现出伊甘心乐意。甘愿来付出。Billy Graham， 加利亚牧师，虽然伊的身躯顶悬到伊年老的时有足侪病痛，包括伊有胆结石、胃溃疡、肺炎、高血压、头壳痛，甚至跌倒，伊的排骨断10几支。伊到晚年，佫得到帕金森这种的症头，但是讲伊无愿意放弃任何讲解上帝话语、传扬福音的机会。我有2摆亲自听伊讲道的机会啦，一摆着咱这个台北市的这个体育场啊，迄摆我有听过。后来伊后生，来我嘛阁听一摆。我第2摆听伊讲的时阵，是伫韩国庆祝释教100周年的时阵，100万人聚集的迄个广场啊！我第1摆看到讲，惊死人，会当有100万的基督徒坐做伙，伫遐参加一个遮尔大庆祝的报道会。迄天的讲员是加利汉牧师，伊的题目就是。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迄互我印象足深的啦。迄阵我还阁差不多20几岁时，我真正听过伊安尼讲道时，我是真感动啦。伊看上帝福音比家己的健康搁较重要。伊分享讲：“我知影，无偌久上帝要调我倒转去啊。”但只要我双脚会当徛，我必须做上帝爱我做的工。无一件比我传福音搁较要紧。上帝互我到100岁、99岁，上帝才调伊转去。亲爱兄弟姊妹，咱伫传福音的事工顶悬，就算咱有少少受到委屈，也受一丝丝的挫折，但是咱毋通落气，嘛毋通灰心。无论咱要去分福音传单，也是分享福音，互人拒绝的时，你嘛毋通感觉真见笑无面子，嘛免感觉歹势，就想要放弃。咱还是保罗放落家己，伫传福音书顶悬欢喜、甘心来做。咱自愿自动来服侍，这就是咱传福音应该有的态度甲精神。就亲像罗马书第1章16节，保罗甲咱讲：“我无看福音做见笑，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大的能力，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大先是犹太人，然后才希腊人。”我相信今仔日咱有的人啊，伫我南崁教会有第7代啦，第7代信耶稣的啦。我讲你第7代啦。5甲、10甲、单甲，信耶稣内底有第7代啦。但是我感觉，咱无论倒一代，这倒一代拢无共，咱家己爱争做第1代甲耶稣面对面的人，阿妹嘛。
然后咱阁传互下骹的人。最后我讲结论：今仔日咱树林教会，因迎接这个说教，迎接这个宣教师，互咱开设的教会，咱要安怎回应上帝托付咱的传福音的使命？我鼓励大家爱受传福音的训练甲装备，爱真做得着人的这个渔夫啦，爱伫日常生活中间关怀无道朋友，分享见证，带人来到主的面前。传福音无法度，搁一个人单打独斗，家己一个人来无可能。我想咱爱用团队的方式。过去我学习传福音方法真多啊，比如我三福，我训练过2摆做福音队长，带足侪人。因为迄阵安怎做？你传福音要有2个导办啊，基督伴啊3个人一队啊。啊，即马咱用幸福小组嘛共款，伫我教会。阮就交代3到5个人，你来组一个幸福小组，做伙来传福音，毋是单打单点，是爱一个带状，通过8礼拜，佮进前佮用1、2个月，甲伊接触，甲伊建立关系，然后安尼做。我相信一个团队会当做伙出去拍网，做伙去掠伊，通过关系的报道，伫日常生活中间兴起一个福音的运动。请问兄弟姊妹，你做运动，毋是做1工2工，运动爬山去到所在，骑脚踏车，还是慢跑、慢走，你拢是逐工去做，这才叫做运动，对无？运动是一个习惯，一个惯势，逐工安怎做，迄才叫做运动。为着健康，你咧运动；为着建立健康的教会，传福音嘛是你应该有的福音运动。相信你讲阿们。所以团队传福音的价值，就亲像面笑，亲像挂彩纸共款，会当一直扩大，一直传出去。所以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罗马书10章13节到15节，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啊。毋过，因都拢无信伊，免那还要求救咧。呼叫主名的必然得救，对吧？但是伊都毋捌听过，无信，免那还要叫，免那叫耶稣名都袂晓叫啊。所以，都拢无听到，免会当信伊呢？都拢无人传，免哪有人会当听到呢？哪拢无人去差派，没有人通传呢？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尼啊水。这现代台语译本啊，我感觉这现代台语译本实在翻了较活烂啊呢，偌尼啊水啊，对吧？所以我毋望咱，而今仔日咱要来继续跑走到130年、140年。其实爱8过来15年、10年、15年的时间，好好传福音啊！所以这是大老读的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尼啊水啊！永清教会有一个兄弟，连长老好生叫做连家恩啊。这位自愿放下真悬收入医生的职务，去到伫西非的布吉纳法索做替代役。伊宣教的热情影响足侪人。后来倒转来，佫带伊的太太甲4个囝儿，嘛一段时间，佫去到非洲，佫待足侪时间。又写一本册，互我10万的灵魂啊！给我10万个灵魂，其中有一段话，互我真深的感动。伊讲：你会当感觉家己真平凡，你会当感觉你家己未堪得不配，无法度担当这个职务。但是只要你愿意，
你就是报道家啦。迄位踮伫你内面的上帝，就是伫迄个所在爱你，亲像藏伫你内面迄个瓦器内面的宝贝，通过你显明即个极大的能力，是出伫上帝，毋是出伫你家己啦。所以我要甲咱讲，咱每一个拢会当，只要你愿意，上帝拢会当成即个事。咱今仔日无法度靠遐像穆迪、加利汉、葛福林即种的报道家，咱毋是干那靠这个。今仔咱用幸福小组，用传福音是每一个人，人拢做上帝所差派报道的一个宣告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问咱拢有批判心。当上帝呼召差派你来传福音的时阵，你知影这是上帝予你的本分甲责任，嘛是上帝予你的机会，甘心献上家己，将福音传落遐个毋捌耶稣的人，互更较侪人因为听见来相信，因为相信有机会来得救。伫你的生活中间，互接受你的人，拢有机会，互因的心会当较无福音，拢会因为你来领受这个极大的祝福。所以，人传福音，互咱的教会嘛，成做一间传福音的教会。咱做伙来领受上帝互咱对顶面来的奖赏。咱做伙来祈祷。主愿感谢阿罗你，因为你交代阮的，就是这个伟大的使命，互阮会晓把握时间甲机会，将福音分享出去。互阮的教会得到人搁较侪，互搁较侪人用耶稣得到稳定甲福气，得到永远的活命。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请咱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535首，福音精声在大坛。兄弟姊妹，请起立。上
兄姊妹，请坐，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的时，请唱献做化祭。弟姊妹，请起立。请坐。请咱来念今仔日的金句，伫周报的第一面，我来念一遍，请大家来念2遍。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拽，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在恁着活伫主的，毋是空空。这样，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拽，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在恁着活伫主的，毋是空空。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拽，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在恁着活伫主的，毋是空空。愿主的话刻条伫咱的心内。今仔日毋知有第一届来到咱本会会。朋友甲兄弟姊妹无？敢有第一届来？若有第一届来，请起立来，互阮甲你欢迎。啊，无咱来欢迎今仔日的讲员蔡牧师，咱用掌声感谢伊伫拜5、拜6的培灵会，甲今仔日的正道。咱来继续来关心咱的事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后礼拜是儿童主日，
后礼拜下晡1点，爱家团契伫佑心2楼举行圣经研习，欢迎踊跃参加。2月23号主日，定期会员互惠通过以下的项目。3月丰盛人生会当到招待道还是办公室买。108汉尼都第1学期奖学金开始申请，到3月29号为止。3月21号，宣教事工部甲青年团契共同举办宣教课程，欢迎踊跃参加。本会设到127周年，对3月1号到3月22号，台湾圣经公会特别提供圣经8节的优待，请有需要的兄弟往办公室登记。本会定伫3月29号下晡1点举行联合对书礼拜，请要参加的家庭往办公室报名。4月12号是国外节主日，第2堂有洗礼，请要洗礼兄弟往办公室报名。2020甲金句有约，邀请兄弟做伙参与每一天读圣经的活动。3月22号下晡1点，爱家团契邀请田妈妈分享性命见证，欢迎兄弟踊跃报名参加。教育馆的景观工程甲内部设备装潢的零线项目，可伫招待道，欢迎兄弟联系。以下是教育馆兴建工程的进度，请代导甲奉献。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佮医治。这有补充报告吼，周报的第4面第10点和11点吼，定伫3月29下晡1点举行树林教会信徒联合对书礼拜暂停吼，啊11点就是迄个4月初4、4月11。教育事工部举办的基督的最后7天的聚会也暂停。以上报告，请牧师来拓展公道。感谢上帝，互咱伫这3天设到727周年，蔡兴成牧师带互咱真好的信息。特别到上尾，今仔日咧甲咱讲，咱要安怎成做一个分享福音的人，尤其是咱领受到这个福音，阮会当成做一个感恩感谢的人。伫你的生活中间，你常常充满感谢，迄一个上水的见证。无论你用什么款的人感谢，你买菜的时阵会记感谢，你买鸡蛋糕的时阵爱感谢伊。你讲互伊趁钱，我阁感谢。伊若无做鸡蛋糕，你要去倒食？吼，你开钱会当去买到好物件。啊，同样紧的感谢，就是你食的时阵爱感谢天父上帝。边仔的人就知影讲啊，你这个人性命无共。以前拢想讲开钱就理所当然，你哪会服务我？即马无，因为天父上帝的关系，我感谢遮个人的服务。伫咱的生活中间，通过你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来成做传福音的人。所以咱真感谢主啊！伫即几天，因带咱搁一摆的领受。第2项，后礼拜第2场的礼拜是儿童主日，所以咱会甲头前这3排人出来，啊，互儿童包括因的家长，所以咱后礼拜招待人员会引带咱，当咱来的时阵，第2场礼拜，咱会对第4排、第5排开始坐，也是讲坐伫楼顶遮，咱互头前较宽的所在，咱即个讲道嘛较煞较开，互儿童含咱三甲引带咱来敬拜上帝。咱也求主帮助伫即个武汉肺炎疫情的时期，咱逐个人拢会当搁较有时间安静伫上帝面前。伫咱的顶头，咱有看到真侪无共款的互相的提醒甲鼓励。啊，毋茫遐你毋是看了就就敢若甲转出去。有一寡特别是提醒咱怎样踮伫上帝话，还是通过即摆疫情，咱到底学习到甚物款功课？啊，这是一个真重要。上帝掌权的时代，咱若相信即项，我相信上帝的存在，我相信一切出发拢是疼咱，为着咱好。我相信伊掌权的下面每一项代志，拢伫伊的心意中间。咱若如果相信安尼的时阵，
咱虽然面对这么大的挑战，你依然会当伫日常生活中间一步一步照应该做的去做。时间到就食饭，时间到就运动，应该去泡温泉就去泡温泉，应该写功课的时候咱写功课。这照时安尼来行，的确要得到上帝互咱真实的丰富。有伊的眼光，有上帝的眼光，看你每一个日子所发生的代志。所以这时，请咱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咱做阵为着家己、家庭，甲你所要排列的祈祷，咱同心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设教127周年，得到你忠心的罗卜，搁一摆提醒阮来诚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分享耶稣基督福音的好处，诚做关心人灵魂得救的人。主啊，恳求你将这款的感动放伫阮的中间，互阮无论伫什么款的时阵，无因家己的利益做中心，乃是关心着世间人因的灵魂。互阮会当把机会甲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恳求你赐福看顾照顾阮。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搁一摆，互阮会当伫你所设立的宝座前来敬拜。主啊，帮助阮，互阮会当把握机会，甲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通互搁较侪人的灵魂得到救，认捌主得到福音。阮也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仰望交托。无论是阮的身体健康、心神的勇健、灵魂的喜乐平安，以及阮手头所做工，尤其是阮的家庭，大大小小得到主你天使天君的保护甲引带，通伫这个外口挑战、疫情混乱的时代，阮犹原会当得到安静的快乐，通互人看到。上帝囝儿有无同款生活的见证，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亲像星照伫逐人的中间。恳求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拢无离开阮，通互阮坚定来倚靠你。我让你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言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上言说，请蔡牧师祝祷。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我大日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明，对做引带失败的人，这是我人生的责任。你一直是阮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你也阮伫黑暗中会当做光灯，互阮将你的福音传到四周围，互侪人因为你来得到生命的改变，得到丰盛的活命。愿最后所祈祷无限的疼痛，天父上帝丰盛的恩惠。通过圣神的相通扶持甲帮衬，互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拢结连伫主，对这时到伫永世大无尽。阿门。兄弟姊妹，请坐。